阿摩斯书第8章，这卷的上主互我看见一个景象，我看见一若热天的果子。上帝讲：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应讲：我看见一若热天的果子。上主就对我讲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，我袂阁放因线。这卷的上主阁讲。伫迄日，宫殿的歌声会变做哀哭，逐所在拢是迄角的生死，四界点志气。恁才会吞大山叉人，遭灭困苦人的人着听。恁讲初一较紧过，阮通卖五谷；安息日紧结束。阮通开市买卖，通用细的斗，用无诚实的秤槌，用诡诈的天平变人，通用源买善差人，用一双话换困苦人，将歹的麦仔卖互人。上主针对以色列的骄傲历史讲：因所做的一切，我永远去调调。这个地减袂因为安尼忧逝，住伫遐的人减袂悲哀。这个地会亲像尼罗河涨起来，亲像埃及的大河涨悬降低。这卷的上主讲：伫迄日，我要予日头伫中昼落山，予地伫日时变黑暗。我要予恁的做期变做悲哀。歌曲变做哀歌，我要互恁穿满衫，头剃光光，互恁悲伤，亲像死孤囝，最后规暝规日拢痛苦。这卷的上主阁讲：看咧，日子得要到，我要互饥荒临到这所在。饥荒毋是因为无米通食，喙干毋是无水通啉。是因为无上主的话通听，因撞来撞去，对南到北，对东到西，四界找上主的话，毋久找拢无。伫迄日，连水的少女甲勇壮的少年人，都会因为喙干分去。也会记撒玛利亚的偶像咒詛的人讲：但你的生命是我的，也是讲拔示巴的生命有灵性的人，因拢会倒落去，永远袂阁起来。